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上爱跳跳老年讲也早故事，跳摇爱摇发酵的心事，总得打杂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。 将颜色混水含含，等你是心酸爱，老老交交归通旁，等开红跳油啊伫面向，跳油爱又匆匆的心事，强强空地该按公度，上爱跳。 高的心事，总得打仗一出一落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，一早早的按讲，不是按心说。 まあね。好。亚总哦，老板师不用你懂，主要含迄 Q A 用词，表示迄落牌的品质有保证。我会记得个班机差唔多。亚总係用产品颜料来设计，用简单嘅图表示方透老手嘛。 万斯哦，做得像书法家来写，简单又太丰。哎，中意那种，看起来个加成。很仔细。我哋日本看动作跳油啊，那种看起来哦，较像高级跳油，咩较时下。喂，潘少爷，虽然迄好也唔好，咩讲技法，说啊。唔好啦。哎。 唔好种中意嘅哦，假如要拖一种较顺眼呢，我种来改啊。唔好就唔好，用个拖。係哪唔好？你讲啊。杨兄，用班机见面。啊？迄枚亚汉唔买玩嘅米时，古嫂冇想玩嘅面。 讲好要追班机跳油啦，唔错，起身唔到用马几秒，就去我用班机啦。即係喺懂用我呢？好啦，家我做班機，我做乜嘅？你讲吃都唔怕。 俺哋係用神法莊嚴的名，最冇俺哋啲中華已經是把有名啊。不過按呢無萬春兵嘅名會總得啊。因為你名又唔會考好賣，反正啊，也係唔算係班機嘅面試啦。不過，其他人都有乜嘅名？ 都做得了，啊！睇下每件呢呵，家主人做神法莊嘢哦。
老公，师傅，你做什么？没事情啊，你累了吗？有事情啊？天发！谁啊？鸟呢？还没做xong啊？有冇做啦？喂，迄条，我听出去啦。你踢拜遇到剃头吗？后来，是啊。陈小姐，陈小姐，较长多少诶？无烦恼啊？电话用的无？无啊，你睇这段时间下天，无关系，好了，安啦。哦。你提摆跳出来嘅跳跃，方向枪诶。唔怕啦，我这就好。哎呦，有跳师傅嘅用嘅哦。很清楚。迄个课，迄两个喏，本体同吓到的哦。有上到头摆嘅事情啦。头摆嘅事情，乜嘅事情啊？老板准备。迄个老体同有乜嘅关系啊？你中意啲吼？无啦，无，真经无。头摆可能有啦，不过也係真嘅无。那天你搬進來過後，就行卡冇一種感覺。不過家下佢唱小獻花。我明明就在他身邊，其實冇注意到我，那種感覺，懂得你啦。咁用干啥？教一下就好呀。唔正經，唔想老闆準備強下。佢老獻花，當然對啊。有樣冇樣，
你真今安尼想？大家常替我见面，迄讲心肝肚有事情空电，会动艰苦。下底系我嘛嘅，迄讲阮准备老design啊，用嘅土嘅，来听错要托 design 啊。神法嘅卡上拢系讲过，上心就会成功。来听听的 TV 度咧，伊讲嘅上心，系上心起家。错，就系上心起家。来上心，来听错要做一个太煞嘅家。真的声音很勇呢，那是就看不到哦。哎呦，夹到的啦，平时要拄鸡啊。哎，那有可能按肚皮啊？好啦，操心啊！我要改种模式啊？毛水。对。真紧毛水啊！啊，迄毋是入去体堂水管团的啦？有可能啊。哎，对吧？你用不用水煮饭啊？注意存饭还拉白啊？以后我现在会款水啊，总总得毛水好煮饭。哦，晓要讲从哦，还愿意晓讲啦，冲还用的啊？没款水。也是翻啊！是吧？成功了啊！错了，来。听完了，天饭不会同哎。天翻唔會同啊！你去看睇下。哦。哎呦，那我卡上，你要我再来？哦，来填迄个口罩来嘅。哦。有好小事忙啊？冇嘅意思啊。你肚事啊？你来。啊？哎，哪有靠？唔用首先专业木卡啊，看看用的。哦。那点心哦，记得拿专业。台湾唔是啦。哎，好啦，拿去啦。该台湾是农业啊，是农业。多少？哪有个？哪是赚了？嘎哈，俺给有嘛个事情？有嘛个事是吗？
不用考试，个敢会帮摕咧，其他人做得啊？安尼考试还做得用无？做唔对用哦。甲算法，记同好啊。好啦，该用买点心转了，通下说。嗯。蒋母鸟，赶快泡茶，东西准备哈。两位，咪是唔买茶啊？迄无有咩大米线好，但系算挺好食嘞。真是很感人，做一条鱼呢。哎，小金，这个呢啊？懐かしい。思いた時よく食べる。终究冇事了哈。哎，哪有看？呀好啊，等下唔好转移个时间，我记得拿转一本生法师啊。哦，好。呀，迄年豆上哦，当当买转来的哦。什么豆沙？ありがとう。哎呀，该吃，来来来来来，吃啥吃啥。来来来。啊。哦，什么？来来。哎，哪有看？
上摆哦，我系迄个那本你在君子笔房啊，牛老师傅照时间做么哈？阿生，我有另外人问了。冇有人问啊？你要张念有人吗？有啦，我要转起来。哎，你眼转来，坐解一下。冇啦，家下天堂，我要转起身哩。我转去将来哦，转唔起来，讲真是啊！好，安尼哦，你就叫佢转去。好转起来。哎呦，好小心！哎，老哥，哎，东西。哎呦！唉，唔总得本脑壳安太嘅压力。呀，那有乜壓力呢？迄講哦，佢再冇好消息哦，我就會帶佢去本線上看了。本性上看哦。係啊。誒，迄個課啊，你咩好看錢了沒？嘿，我上擺哦，又看到一個後生嘅，唔可以查哦。我見到網這裡好，我見到你好。哎，迄個，哎看，兩個妹哦，都驚啊！驚哦，咩叫來的啦？看嘛。沈爸。啊，呀拜！你用安怎？哎呀，道上讲迄本唔记药膏，我唔记摕咧。哎呦，大丈夫です。错啦，你迄个课用安怎？哦，妈妈嘅事情啦。哦，什么天数证里？唔会啦，整日怪无彩啊！俺辛苦照久的课照都无效的。错啊，课字喏只有苦，也拜呢。喏啊。俺同叫我去照顾。讲乜嘅啊？俺希望今本开始，我都要去照顾，有一等人家，够困难的事情，俺哋美好去强下去做，去解决。哎呦！还有，怎么安尼款来咯？也喺卡上拿来嘅姜子笔，唐贡董领我有钱，我用2个来嘅。故说爱麻烦头家多多听数。
お願いします。有没有天数啊？有啲啊。唔捌记啊？小黑，有啲啊。唔捌记啊？下爸，水来嘛，我要洗房条啊。唔请，睇下有水，做得先用。啊？哪来嘅水啊？天当跌下来嘅。要落雨，係咪唔掂啊？你幾多神情啦？哦。伊讲啊，爱煮饭、洗身、洗衫都爱水，唔做体有咩爱水啊？去做迄款技下摆，汉代品质好高哦。佢迄个呀，当然爱天数啊。汗水甜甜的，安怎做嘛嘅？不过品质起价晓得伊好高。根本唔伫遐种爱情嘅感觉。唉，那人家本那唔衰哦。你长得幽默鬼怪，披衫情都好。讲嘛嘅。不用，该失宠了。有时间你遐说，唔讲毕业，不你讲做来。你啊。落去哦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对吧？真係我嚟講臭笑嗎？好啊。嘅汉巴間用嘅種感覺，兩隻小胖哦，夾埋以後，呢種包嘅肉嘢，除咗扁扁，搶出來，那知道搶出來有問題，切啦，冇炒過就不用呢邊了。那你跳好笑，冇可能。啊，冇變啦，明星唔會慘，好食咯。跟用鮮哦，看。真緊啊，我攏講，你海擺搶出來哦，唔好用炒嘅啦。我留下。按在又是。哎爸，來啊！你咪佢過來啊！夜下等到等同機會啊！辛苦啦！坐啦，坐。無限馬街喏，按我名。每我想同人講，我唔想繼續做沒有意思。すみません。用嘅咯，多好好嘅啊。係啦，我想去迄種人，同阿邊嘅鄉下做跳友。真啊，唔講揾幾個太少人喎，錯嘅唔錯㗎。佢實現有冇可能應份點點去做先啊？我嚟曉，跟田所辦。唔免咁啲，阿邊嘅做嘅跳友，開始買嘅呢。揾幾個跳友？唔係啦，係係用神法跳友嘅名，所以我想去跪起，可以
强下做出万奇的物事。没啊，你老母欠你的钱用个啥？係搞唔體育啊，唔會照踢。佢唔你下上網做些，哦，就齋飯踢，真係上咩？硬就強，硬同在萬槍的，佢想要賺本錢，本錢賺到，又想賣博嘅，又博嘅又想賣茶嘅，安尼下去哦，我也是你冇可能幾種人。好啦，佢講哦，佢真實愛做體育啊，佢唔拿錢投資本意咩？冇錢係假人啊！唔要安尼啦，黃條家。其實迄研究係看到阿斌的，要開涉及體育，你也幾年了，商論體育的事情，連監地也總係來台北。該因為一方面，面地包的體育，曾經該學識，應該也生人無識過好面試，但係按學識的面試哦，會花幾多錢賺來多，會有咩了小友啊？簡單啊，我攏講啊，我想辦法哦，印一本一條船的體育來賣，我攏保證哦，假使這類片，我強用啦，有先多哩啥？安尼喊你日本人的體育啊，係真正想要去搞做出優秀、有學識的台灣的體育。我仲有看到有咩啦小友嘅50萬了。歹勢啊，像人引用來啊，不能添麻煩嘞。跟這個就幾天呢，就按用嘅。すみません。嘅，我落去嘅。頑張れよ。頑張ります。哦，師傅用嘅哦。多來我哋做為異性人嘅菜呢，應該係佢成敗。成敗。好啊，等我來哦。多點啊？嗯。番機到底係乜嘅面試啊？番機哦，溜溜嘅鹹味，又有黏黏嘅小麥，然後白條嘅面試，唔會搶這哦菜嘅面試，本菜哦還較好食，食下去哦。最後還會有甘甘甜甜嘅種面試啊。嗯。但係冇做過面試，做得出得出來啊？做唔做得出啊？我講緊3碼啦。卡莎，阿發打電報來呢。發生乜事情呢啊？冇啦，伊講用佢去種嘢，做出世界第一的體育呢。真係咧啊！你咁樣先啦。哎呦，柒柒，俺還有唔識事。老偉啊，老偉啊，有聽到冇？原來呀吼，要重新做體育的呢。一百歲保庇，做得家嚟實現也理想，做出世界第一的體育來哦。多生，我保佑阿發將人順利成功呢。阿斌，
请唔答应，我听说我会同乡下请出放弃的秘书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哦，唔按啰嗦啊，老夫人家强用，送走就来啊，迪拜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安太上做乜嘅啦？冇糯米哦，不能拍死嘅。天发，俺近边无伫中演，敢做地啊？陈发去拜托万春平，落去乡下做体育呢。本今年用的相处一下咩唔会差。记得听说要草诗，头摆就按呢啊，看对方唔顺眼。草诗咩迄种沟通啊？最后就心底都会把全就讲出来了。无眼能夹到中间，真是鬼快做诶，冇感觉。按你讲没错吼。也好，日本啊，开始用机器来做体育的，米咧歌场，都机器天数。安尼，所以讲大变数，善良有道，最重要的就是啊，你一摆做出来的米是。有强用，你看，懵了。所有嘅事情都本佢做诶，我要做乜嘅？你要做乜嘅啊？管机器要做乜嘅？坏戇都会坏戇啊！管机器。老讲啦，黄条迄上嘅，小马咩迄上嘅，哎，咩上嘅，啊错上嘅，唔系咩上嘅，当然系啊，连天使哦都有脾气啦，都会上嘅啦，四个机器哦，我用做。你会因为忘跳啦，小马还有天使在应变，将我机器来讲大人为的变数，还有啦，迄讲玩笑心情唔好，机器还你做出好的跳跃咯，两个。我能挂钱，唔对啊，跳跃嘅提升吼，就要看师傅啦，所有嘅事情都本佢做嘅，我系问你啦，有面打小游，然后夜晚再去小游，有冇变冇强用啊？万基中演，老娘神法中演，有冇嘅冇强用啊？韩式很多跳友做乜嘅啊？进来啊！进来啊！哇，有水啊！有水哦！啊，真好呢！天发，有看到水拖水来嘞！真是唔是当看水耶！你同事情看个简单一些，机器迄糖花的工人，嘛个真的时间、黑苦的时间、黑沙苦的时间喊你爱连结听啊！咪是喊迄唔结听啊，用歪机器喏！唔讲咩啊？错啊！既然迄样结听啊，此搞来较急啊！冇个皮下冇个机器啊，我能刮血。八个。虽然个性无强样，方法无强样，不过目标是系强样的。
做年嘅台湾，生活唔会讲爱下去，唔会讲欺骗自家，一定最初嘅梦想，还有美国太挑战都会庄严。有万准备约嘅跳跃做基础，老大家嘅共同打拼，生活庄严重新转到市场。万准备一出头嘅前嘅屋卡，在清楚嘅呈现在家面前。原来身边的人就喺自家嘅屋卡里，接下来。也教人爱向下潜出万几嘅密室，做出世界第一嘅跳跃。印瓜3箱，豆豉2箱，这样对吗？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。小阿娘。嘿。方才同阿聪嗰篇嘅課，我上過去嘅。阿聰講係5上嘅跳絲，我講嘅滿。5上？係啊。你做得出嗎？哎，要先送了。好，我壓去啊。什麼？田芳，還有幾多跳絲啊？冇誒，全是中華。哦。用嚟講兩咩唔拉麥，身體太好咧。天公，跳樓跳絲意哦。係咩冇用啊？這樣的東西就要時間。英俊哦。哎呀。好。阿伯點唱？好。哎，師傅，你要俾收得咧，有片用誒。哦。洗雞片啊，處理洗咧，也處理好，我們做你用誒，特別好咧。好。神法莊嚴，冇問題啦。好，多謝哦。恭喜啊！好，小阿娘。來。運生同1打，保利路3箱，幫菜1箱，加餸。好，那啲。加餸來哦。好。加水得。哎，各位，黃柳最好玩。多中嗯，點呢？咁樣。這種開唔出嚟，唔開下。怎麼？唔過，翻嚟。認為啊？那個。有事情啊，有事情啊，一趴就做。那個。要完了。你看。他整篇哦。天爸，我啱叫進來見太橋。是很多都因為太橋啊。我咩唔知啊，就經常吃東西。給，你有吃到內蒙送飯嗎？冇啊。給養嗎？有種種。有呢。一口呢係有神的哦。有樣冇樣？有樣冇樣？是暗的哦，有變態橋，看起來就夠窮。你前時間吼去請先生檢查看啦。有感動，萬歲！莫停到啊！人講哦，經過一台以後哦，下禮拜愛款子哦就較簡單咧。教授，但第二台都忘講咧。係啊，教授，唔好本你上壓啲啦。
开都市嘅人做唔得有压力呢？暗号嘅事情本人工作安尼啊。要谈好哈，对一下开始哦，要让身体顾好哈。你着个身体啊，就唔系你着自家嘅哦。哈？无迄么人嘅？唔讲迄么人嘅，呀哈，都係唔卡蛋嘅。错，我講聽咧。大家，聽晚打電話嚟講吼，忘掉起價咧，一樣加落貨。哦，我嚟講。我先吃啊。靠上，你的事啊，来看啊。好啊。一見起國，為啥呢？嗰邊有美國鳳頭啲買客。哦，係你先買轉來。老上，在鐵路堂講美國鳳頭嘅事情，敢唔開始真巧嘅？忙啊！不過嗰邊有公司推銷，收訂單。走吧。也要拜2萬嘅錢，多謝。算你嗨。按叫中意嘅生意忙忙嘅哦。很做得啦。但你廿拜嘅種菜哦，有樣好食。頭擺訂單哦，一種都賺來。因為係用自家嘅體力來做，所以成本過大，利潤又好。唉，唔得做中醫人嚟啊！無鳳頭去做唔得。嚟，美國鳳頭唔用人看咯。那迄感覺，真去有美國嘅鳳頭去做滿嘅事情啊！唔想歹講，我用美國鳳頭做跳油，好用無？也係唔啲啊，但係嚟看哦，唔可以炒。你哋想啊，你啲中人是要改道嘅鳳頭，但你假使引起，你咪拄唔掉。如果係尋咗先攞嚟上，參詳一下，以金錢，以去美國，想去真巧，有門路咧。有先攞嚟個係，做得考慮啊。神化妝人。係七人同係泰拉人咩？我係高高在平時啦，冇見乜俾人帶走。冇地方好去，咪走。人平時下過去走。做咗問題啊，出嚟結結啦，之後咩判法啦，點啊？但唔根本看唔起佢啊，唔強住差唔多咩嚇？我那個結果就係品質啊，佢也唔想做，佢想辦品質。眼淚